大家平安。今天1月30日，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8章第14节到第22节。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默想，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十架的大能。耶稣受难，天父爱我的彰显，永恒盼望的生命，荣耀恩典为我冠冕。感谢耶稣十架的大能，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受鞭伤，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感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我邀请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就打开你的双手，让十架的大能来充满你，来更新你，来医治你，来恢复你。来，一起打开双手来领受。哥哥他耶稣受难，天父爱我的彰显，永恒盼望的生命，荣耀恩典为我冠冕。感谢耶稣十架的大能，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受鞭伤，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感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医治我，医治我，洁净我，医治我，洁净我，来医治我。医治我，洁净我，医治
heal me， 医治我 ，Come purify me， 洁净我，一起来宣告，医治我，洁净。的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就在我们当中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赎，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了希望。主啊，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大能，让我们生命的伤害，让我们身体的病痛都有你的恩典，都有你的大能的医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大能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让我们得着了自由。感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集，今天的灵修都交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感谢主，将今天的聚会再次仰望在主你面前，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1月30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14节到第22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4节，耶稣来到彼得的家，看见他岳母正发高烧，躺在床上。耶稣一摸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于是起来接待耶稣。傍晚的时候，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身的人来见耶稣。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走，又治好了所有的病人。他这样做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绕着他，就吩咐门徒渡湖到对岸去。有一个经学教师来见他，对他说，老师，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另外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你尽管跟从我，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他能够医治赶鬼，能够让许多的人来跟随他，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典范。而在当中也让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昨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好那个得麻风病的，他也治好了那个长官家里面那一个瘫痪的。当我们看到那麻风病的是一种传染病，我们也看那瘫痪的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看的那种植物人啊，或者是全身瘫痪半身瘫痪的人，已经不能行走的，上帝医治好他们了。在今天接着看到耶稣来到彼得的家，也就是他的爱将他的爱徒彼得的家，来到他家的时候，看见他的岳母，也就是他的太太的妈妈正发高烧，躺在床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发高烧，已经体温到39度、40度，甚至41、42度，这是一种很烫的状态，身体几乎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我们用很多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温度能够降下来。或许说去帮他擦个澡啊，帮他用冰枕啊，或者是打退烧剂。但是当时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时候讲到说，耶稣来到彼得的家，看见他的岳母正发高烧。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彼得他是有成家的，所以他岳母正发高烧，他的太太也很担忧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彼得离开，然后他太太独自面对他的家庭的问题，他的妈妈发高烧，在这样情况当中该怎么办？他在服侍他的妈妈，他还要照料他一家，所以这当中可以看到他来到他的家，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救恩临到我们家。我们可以想，耶稣在外面行了许多的神迹，在这个时刻，耶稣去到彼得的家，他为什么去到他们家？有可能是彼得邀他们去那边做，有可能是彼得也有这样的期待，能够得到医治，所以邀请耶稣去到他们家去医治他的岳母。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知道彼得他的担忧，所以到他们家去服侍他们家。所以恩典临到某个人的家庭里面，这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来临到他们家。所以当耶稣进到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他的岳母正发高烧，所以他就过去摸他的手。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要摸他的头啊，摸他哪里，他说他一摸他的手。所以在这样一个接触，很重要的是一个接触。所以就像前面一样，不管是那个麻风的接触了，他的麻风病就好了，或者是前面那个瘫痪的，耶稣的一句话，那个人在遥远的地方病已经好了。而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一摸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他发高烧，热就退了。我们看我们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热一退了就有活力，就有体力了。或许体力还没那么快恢复，但活力就起来了。以前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孩子发高烧的时候就瘫软在那边，然后让他吃药啊，给他塞剂啊，或者说打针啊等等的。当他处理了，他烧一退，哇，活蹦乱跳了，就像没事一样。但后来又烧又起来的时候，又开始瘫软下来。所以这边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耶稣一摸他，他的热一退了，他的病好了，他就可以坐起来。所以当他这样一退了，他就可以坐起来，他就可以做许多事情。我们看后续他这边怎么说，当他的热一退，于是就起来接待耶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身体一恢复起来，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常想的是我要去哪里玩啊等等，他这边所出现的是于是起来接待耶稣，来接待，来服侍耶稣。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病好的时候，我很多人说，当我病好了我要怎么样，但是所回应的都不同。然而这边我们看到了彼得他的岳母起来的是服侍，所以我们是不是当我们能够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就回来回应耶稣，回应上帝？当我们领受这美好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回来回应上帝？所以对我们来讲，服侍很重要。能有能力的时候，就要赶快来服侍上帝。当你病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见证，这也是服侍上帝。接着他这边说，傍晚的时候，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人来见耶稣。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可以看到这边的记载，连续的耶稣一直在服侍，一直是用权柄的服侍，一直是让人得着了医治，并得着了医治。所以这边在讲到说，傍晚的时候有许多被鬼附的人来见耶稣。其实在傍晚的时候，如果用其他宗教的时候来看，傍晚日落之后，人是很害怕的，因为会认为那是撒旦是鬼的权势的开始。
而在当中也用傍晚，其实也在讲到说要进入深夜了。所以如果用台湾的一般宗教来讲，那是不是鬼开始作乱的时刻了？当然台湾人华人的概念可能就跟以色列人概念可能是不一样，而这边讲到是提到那个时刻，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身的人，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人去经历这些被鬼附身、被鬼附，你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意识去做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可能这样子，在你身上或在一些弟兄姐妹身上，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些人，可能也包含你自己，无法照着自己的意识去做事情，所以被鬼附的这些人，他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意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所以在当中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边讲到说，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当然没有说哪一句话，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又治好了所有的病人。很特别，他们讲到说把鬼附的人带到那边，但他后续是说把鬼赶走又治好所有的病人。所以也可以想到说，其实有一些状况是被人认为是鬼附，就像以前的精神病，以前有很多的病，很多都被认为是鬼附，所以用被电击啊，被浸在水里面啊，被用很多残酷的状态去做处理。而在当中我们看到那时候不懂，所以会认为很多东西都是鬼附。而这边特别讲到说，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耶稣用一句话把鬼赶走，又治好了所有病人。所以有很多鬼附的人其实是只是生病而已，而病了之后得着了医治。耶稣在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的奇事，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耶稣让鬼离开了。耶稣有这样权柄让鬼离开，不是鬼王赶鬼王，而是上帝给他的权柄，而是上帝的儿子的权柄，一句话让鬼离开了人的身上，也一句话让人的病好起来，就像那一个罗马军官来求耶稣的时候一样，耶稣一句话让他的仆人的病得着了医治。所以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好几个地方都会类似像第17节这边这样说，他说这样做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让耶稣的服事回应了以前先知所预言的。所以他背负了我们软弱，在我们软弱当中，不管是鬼附还是面对了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而在我们的疾病当中，他也为我们来承担了，与我们一起来担当，帮我们医治好。所以不管是软弱或在疾病当中，其实都是我们最弱的时刻。这也让我们去看到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考的是什么？是我的软弱，上帝在我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刚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背负了我们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其实也就是可以看成是耶稣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去经历我们的病痛，我们的软弱的时刻，不是抛下我们，不是让我们独自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而是耶稣先背负了这十字架，耶稣与我们一起来承担。接着我们来看第18节，这边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绕着他，就吩咐门徒渡湖到对岸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他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揣测耶稣的性格，耶稣是喜欢被一群人簇拥的呢，还是他喜欢单独一个人？有些人看到一些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耶稣是喜欢独处的，然而有些人会觉得耶稣是很喜欢有一堆人围着他。但是有一个角度来看，当耶稣也会去调整他的一些事情，
包含当我要讲的时候，大家簇拥着我怎么讲会比较好。所以有时候耶稣会站在山顶上来讲，在山坡的上面来讲话，这样大家比较听得到。有时候耶稣会上船，让船离湖岸有一点距离，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看得到他，听得到他。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环境的。我还记得之前去上硕班的时候，还没上课之前，老师在跟我们说明会的时候在谈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先谈到一件事情：你们来这边上课，你们不知道椅子可以移动吗？你们为什么要椅背对着我，然后你们身体这样转个90度，转个180度这样看着我呢？你们何尝不把椅子转过来，这样可以比较舒适的，把桌子把椅子调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然后来听课呢？其实耶稣也是一样，他常常在做调整，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合来传讲信息的状态来传讲。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不是要把一个空间调整成适合我们服事的一个空间，适合参与的人来到这当中都可以参与在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空间是非常别扭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调整成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的一个空间？所以就像教会的空间一样，教会的空间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很喜欢想象某一种，但是有没有发现你教会目前的空间，你要做很多事工都是很别扭的。当然也有一些空间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凌乱，塑造不出一种神圣空间来，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而在这时候，或许耶稣也觉得够了，不要再让这么多人继续跟随我，他们可以散场回去休息了。所以他就上船去，叫门徒把船渡到对岸去。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其实他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在当中有可能也是圣灵呼召他该去怎么做。所以接着他去到对岸的时候，也开始有一些事情要来面对，要来服侍。而当他到对岸的时候，这边说有一个经学教师来见他，对他说：老师，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哇，我想很多人很喜欢这句，觉得这句很棒。一个经学教师，一个对圣经信仰、对经典很熟悉的人，他都要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也可以说，当我们一个牧者遇到一个硕士出来的，一个博士出来的，甚至是一个教授、副教授跟你说，牧师，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跟着你，我都要跟着你。其实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不能随便乱讲，要好好的传讲，而且要怎么样来带这个人。而这个人他很有学识，他脑子里面放了很多经典的东西，他很聪明，他对很多东西都很了解。所以在当中有可能这样的人跟保罗也差不多，认识非常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软弱，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实践出来，他可能在很多的权柄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去领受这一些，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服侍。他可能知道很多，他可以做教导，他可以成为一个教师，但他不竟然可以成为一个牧养者，不竟然可以成为一个服侍者。所以他说，老师，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一些很热心的人，他期望能够服侍，那我们也都会想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所以有人要跟随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期望把他能够带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去到对岸的时候，有一个经学教师来见他，跟他说，其实我相信他这个经学教师心里面是有预备的。所以他看到耶稣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有名望的人的时候，他希望去跟随他。当然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其实他已经学了很多了，那些老师都不能满足他了，他想要再找一个人来跟。所以看到耶稣，他过去听见过耶稣所说的，所以他过来这边跟他说，老师，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就像你的学生，就像很多那些人一样，不论你走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
然而耶稣跟他说，湖里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过着优渥的生活，舒适的生活，但是你说，老师，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付出代价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学校上课而已，好像去怎么样，就像很多人来到教会就觉得我来到教会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跟随耶稣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边耶稣说，湖里有洞，飞鸟有窝，这些动物它们都有地方可以安歇，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也就是他居无定所，他没有过一个安稳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叫你过一个没有安稳的日子，你要吗？就像现在很可能已经退烧了，但之前到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去露营。露营住的地方不是那么好，当然有些人喜欢去住那种固定式的帐篷，很大的帐篷那种过那露营，或者说去住在露营车，只是住在好像郊外，但是它的过程跟我们所想的露营是不一样。露营很多人是去到那边去搭一个很简单的，然后就睡在那边，你的东西可能要去抓来，可能自己要去处理，可能要去摘这些野菜啊、菇类的。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事就像这样很巡回式的去到很多地方去，而去到每一个地方要住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没有地方住不知道。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跟随耶稣的人其实要付出代价的，而我们在当中我们是不是都只要求牧师要付出代价，牧师要受苦，牧师要怎么样？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成为长老的人，我们成为执事的人，我们要当上帝同工的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付出代价参与在礼拜，付出代价在很多的服事当中，付出代价被人家辱骂，付出代价参与小组带小组，付出代价去关怀弟兄姐妹，付出代价去牧养人，付出代价去上许多的课程，付出代价去传福音，要付出代价去做许多事情。但是当我讲的那么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其实没有愿意想要付出代价，他就觉得我礼拜天早上来就很了不起了，我来这边开会我已经了不起了，我被选上成为长老成为执事我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已经可以多比一些人更付出多一点时间，已经很了不起了。当我们在参加一些训练课程的时候，就有些牧师在说，当我们要求弟兄姐妹要祷告半小时、1小时的时候，我们的同工要付出多少？可能弟兄姐妹半个小时，同工要1个小时，执事要2个小时，长老要3个小时的祷告，牧师要4个小时的祷告。但是我们都只停留在后面，牧师要4个小时的祷告，那我们所有人其他人都随随便便。灵修也是，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大家只记得牧师你有没有灵修，但是当长老的人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灵修？当执事的人有没有花时间灵修？而当我们要付出代价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踏出我们的舒适圈，去到一些地方，或许是你的隔壁、你的公园，或许是其他县市，或许是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当我们要说要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去做这10周的幸福小组，而且前面的前置作业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耶稣这边在讲的是要付出代价，你跟随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过好日子，不是跟着我去住饭店去吃大餐，然后穿着啪里啪里的，然后去受人尊重，不是。耶稣在说的是要付出代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会跟这经学教师一样，都会觉得上帝啊，你呼召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但是使命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经学教师一样，开始可
可是，我愿意跟你去，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可是，太多的但是，所以我们要付出代价，要将眼光对焦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一直在找理由。当耶稣讲了这些之后，这边写到说，另外还有一个门徒跑来跟耶稣说，其实他也在表达说，我也要去，但是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这应该他父亲应该还在，但是他表明的是，让我尽完我这世上的孝道之后，我再来跟随你。我把我这世上的责任完成了之后，我来跟随你。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要，但是我的家庭呢？我总不能让我的家庭过不下去吧？所以有很多人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再来服侍。等我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我再来奉献。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说，等我怎么样。但是很重要的是，耶稣在呼召你现在放下一切来跟随我。所以当你说，老师，无论你去到哪里，我要跟随你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时候就要跟随了。所以这个人他讲到说，另外门徒不晓得是哪一个，可能是那12个，有可能是那72个，有可能其他一直在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边也跑来，其实他也很想要，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挂虑。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着其他的事情。所以耶稣也在说，抓着过去的东西，然后要跟着我的，不配进天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来，我们要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跟随耶稣是一种信心，相信。所以耶稣也在讲到说，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加给你。所以当我们去跟随这些的时候，相信上帝会充充足足的祝福在你的家庭里面，祝福在你的需要。所以这个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你要先把你的家庭安顿好，但是我会说，你要在平常就已经活出那美好的样式，而不是只是在尽那一些你觉得大家会希望你做的事情。当你在平常你的生活已经很有见证了，然后你平常就把该做的处理好的，那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就专注在上帝的面前来跟随他，而不是放下那美好的，然后回去再旧有的。所以耶稣在讲的是，要放下你旧的我，来成为一个新的我。所以当这个门徒跟他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接着耶稣说，你尽管跟从我，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看到这一句会觉得很不能理解，什么叫做你尽管跟从我，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爸妈不允许我洗礼了，我们家怎么办？我洗礼完之后，我们家的公妈怎么办？我洗礼完之后，我们家那个神明怎么办？我洗礼完之后怎么之类的，有很多这样的理由在。但是耶稣说，你尽管跟从我，来领受这上好的福分，而且这样走之后，你也可以在这当中带领更多的人来领受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相信，当你一个人信主，你全家都要得救；当你一个人信主，你也要成为这世上的祝福，你要祝福给更多的人。当在当中你照顾了许多人这样慢慢的绕一圈回来之后，你的家人也被照顾到，在这当中努力的去传福音，也有一个机会，别人也会把福音传到你们家。所以在这过去这么多年，都有人跟我说，你讲这些我都知道啦，因为我们家的谁谁谁也是基督徒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都成为基督徒，但他还没有机会，所以他的家人可能也没有办法跟他真的好好传福音，而透过你去跟这个人传福音。
他的家人可能谁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也很努力传福音，也传给他的家人，但是传不进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一直被过去的这一切来束缚住，不要被这些旧有的来束缚住。所以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死人吧，让那些必死的人去埋葬那一些人吧，让那些灵性还没有被打开的人去处理那一些。也可以说，你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处理，你单单的来服侍我。那一些不愿意跟从我的，不愿意听从福音的人，他们去处理，你来走天路。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愿意这样做吗？来放下这一些，来跟随耶稣。就像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是一样，讲到说，那商人他发现这块地里面有最宝贵的宝贝在里面，或者说最贵的珍珠在它当中，他愿意变卖所有的来买这一个。而我们呢，很多人害怕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不能不孝，我要把我家里处理好我才来信。其实有非常多这样的东西，在我过去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说啊，我的家人我爸妈还在，所以我还要拜那些，我还要等他们过世之后，我要尽孝才能怎么样。但是这边回来再看，其实耶稣在说，你这个时候就来跟随我了，后续的我来处理，后续的有更多的祝福在那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这当中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当我们该怎么样来付上这样代价的时候，就让我们来领受这一些。在今天经文当中，不知道你领受到了什么？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耶稣是很愿意服侍的。一个预备好的人，他会很愿意服侍；一个没有预备好的人，他会找很多理由。应该说，一个没有愿意预备好的人，不愿花时间去预备好自己的人，会找很多理由。所以一个被上帝预备好的人，或者自己预备好的人，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预备好的那一刻，但是你愿意的话就可以去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也期望我们在当中看到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做；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我们就去关怀他，去跟他打招呼。在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周都会有新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你愿不愿意踏出去关心他，去跟他多聊两句，然后邀请他，好不好？我为你祷告。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进到彼得家的时候，看到他岳母在发高烧，耶稣就去服侍他。接着他的岳母好了，就来服侍众人。耶稣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经学教师说来跟随他，他觉得他可以接受。然而也有些人会说，我先回去处理我的事情。耶稣鼓励他，让别人去处理吧，你来。让那些人灵性死亡的人，或者说不愿听从的人，他们要停留在过去，那些人继续停留在那边，你来跟随我。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让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停留在那边。所以帮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摆上，愿意付出代价，愿意有真实的行动来回应上帝，而不是只是找很多借口。我一直相信，当你愿意，你会找很多方法来完成这样使命。我相信很多人在不愿意的时候，会找很多借口，很多借口你都觉得很有理，找很多借口说不要。所以让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看，耶稣在对我们说什么？耶稣愿意服侍你，耶稣愿意接受你。所以当我们说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来跟随耶稣。邀请你待会可以有一段时间，可能3分钟、5分钟、20分钟，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你也可以在这一天当中找一段时间，好好的再来反刍，来回想今天的经文，让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愿意服侍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的灵就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陪伴着我们。主啊，我知道在经文当中看到彼得他在两头烧，他要服侍耶稣，他要跟随耶稣，另外一边也看到家里面的需要，而耶稣也看见了，他去到他们家去服侍彼得他的岳母。主啊，你也看见我们的需要，愿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心里面说我想要跟随你的时候，也让我们有这样确信在，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是美好的路，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你。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恳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动力来回应你。恳求你的圣灵就充满在这当中。亲爱的主，再次的将我们每一位愿意回应你的人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跟你一起背起这十字架，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来领受那美好丰盛的祝福。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期望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愿上帝赐福于你，也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新的领受，都能够有许多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上帝赐福你。